赛新闻来关心肯亚跟阿富汗加扣税的抗争，已经是抗议要一礼拜。25日时，示威的民众想要冲入去国会内底，互警方开枪，上无有造成5个人死亡，几若10人受伤。示威者即马是要求因的总统鲁托爱落台。 示威的民众伫首都奈罗比国会大楼头前想要冲入去，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，有人不幸造成死亡，嘛有几10个人受伤。警方发射的催泪弹伫涂骹冲了真紧，而且随着看到街仔路有人倒咧涂骹爬袂起来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伊共爸过母的小妹嘛是示威者之一，嘛受到催泪弹攻击。有部分的抗议人士成功走入去国会。 迄当阵，国会议员当咧审议受到争议的加税法案，法案一通过，原地封锁的国会，甲总统府外口的街区互突破，议员向光为地下道离开。也拿到反对票的议员，示威者是放因走。其他的城市嘛有几个抗议行动。总统鲁托的故乡西部城市艾多瑞特的百姓嘛要甲放出去。鲁托讲，即马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伊第一个考虑。Kenya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ts democracy, rule of law. 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was infiltrated and hijacked by a group of organized criminals. 肯亚经过新冠疫情、罗西亚乌克兰战争，连续2年可花甲钱变薄，百姓伫经济冲击之下，生活是真艰苦。路途为了解决财政赤字，提出大规模征税计划，拍甲石油要扣征达税，安尼国库会当增加27亿美金的税收。 不过，这嘛后Z世代为主的少年人是真不满。就算政府有让步，答应要取消钡、加油、汽车所有权、甲金融交易等等扣的税，不过这对示威者来讲也是无够。